曹罪人外孫女張老師連載系列第6集，理科電低生成為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下集，廣東話版 Part 1。金普太子爺呢，扶成有血有肉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。咁上集提要呢，係講到呢個有錢仔西班長呢，佢嘅接納啦同埋欣賞之下呢，治癒咗未來心理諮詢師嘅抑鬱症同埋自卑感喎。喺呢一集呢，我再度將上帝帶着嘅能力、話語嘅能力啦、所感所悟，佢話語嘅能力、所感所悟呢，同各位讀者分享，希望藉此呢，大家彼此扶持哦。咁我分享嘅經文呢，仍然係呢申命記32章39節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並無別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損傷，我也醫治，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。第二節經文呢，係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，你們所遇見嘅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，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因為呢，讀上中學嘅時候啊，就全部都係英文授課嘅，自己適應唔到，因為由以前只係一科係英文堂，一科英文係英文啊嘛，但上到去全部除咗中文、中史啊、文學之外呢，就全部都係英文喎，連數學都係英文喎，甚至嗰陣時呢，老師係話你哋上堂傾偈就唔得，但係如果你哋用英文傾偈，用英文問數學堂啊，用英文傾偈咧，你任你傾嘅，咁啊更加係鼓勵人哋講英文啦。因為我細佬咧，長期都係揾嘢嚟鬧，揾嘢嚟打。咁咧，亦都造成一來我適應唔到啦，全部都係英文；二來咧，因為長期受虐嘅時候咧，個大腦係受損嘅，個專注力同埋記憶力都差咗，係因為大腦受損啦。而且我讀中學嘅時候已經唔再可以好似小學咁威盡全方，我係曹罪人外孫女嘅琴棋書畫嘅氣質冇機會發揮，咁咧，因此我而家睇返嗰陣時，我應該係思覺失調啊！我會成日以為邊個同學咧批評我、鬧我，跟住咧喺背後批評我，我走去同佢理論嘅喎，咁跟住咧。後尾啲同學話俾我聽，佢真係冇話過你啊！你點解會咁樣諗啊？咁我開始諗啊，點解我會幻想人哋無中生有嘅咧？咁其實呢樣就係我開始有精神病。咁但係咧，當下學期嘅時候，金普太子爺咧，佢咧就變咗成公然咧，全世界都知佢公然讚我啦，又漏傳全部啲男同學選我做班長啦。總之就同埋咧，因為我長期處於驚恐狀態、戒備狀態，因為我細佬搞到我咁，成係唔係都鬧啊打啊咁樣，咁變咗，因為我處於驚恐狀態咧，我就言行咧又容易激動啦，講嘢又大聲啦，但佢同我傾偈嘅時候，
佢又唔驚喎，佢係不以為然喎。即係我雖然處於驚恐啫，我驚恐，但唔等於我冇自信，唔等於我自卑嘛。因為之前個班長仔有錢仔班長同我打咗底啊嘛，之前同你哋講咗嚇，咁所以我係啲情緒容易激動嘅，講嘢又大聲嘅，神經質嘅，但係我又依然自信啊，依然冇自卑咁啊，所以仍然可以同佢正常咁溝通。而佢喺中意嘅時候咧，為咗保我自尊，俾我喺當住40幾個同學面前咧冚佢一巴，而呢一巴咧亦都造就咗我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嘅心理諮詢師啊！